你一齊品味時事，陶醉於奇幻嘅影畫世界。K 記冰室，貫通東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主持人阿 K。好，各位 AM1430嘅聽眾大家好，又係星期六啦 ，K 記冰室。咁咧上個星期咧就講呢個東野圭吾啦，佢嘅一個最出名嘅小說就係叫做嫌疑犯 X 嘅即係 Suspect X 啊 ，Devotion of Suspect X。咁咧我就話我想講呢個4個國家嘅改編電影版本嚇。咁上個禮拜就講咗日本版，即係最忠於原著嘅。咁亦都有講到呢個韓國版，咁韓國版嘅改動咧，其實都幾大嘅，因為佢完全將裡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係完全冇咗啊！田真一即係嗰個科學家咧，係完全冇咗。咁咧就淨係集中喺呢個石神同呢個刑警之間嘅一啲互動。咁其實都算係好大嘅一個改動。咁另外一個改動咧，就係佢將石神即係同呢個女主角啊，裏面個女主角嗰個演員叫做白花線啦，好靚噶，我覺得佢每次出場咧，或者係即係當然導演亦都係刻意地咧，每次佢出場咧都有將啲光咧整到好柔啦，同埋好光猛啦，咁顯得佢特別係陽光，特別青春。佢而且佢裏面個角色咧唔係即係唔係個小朋友個媽媽，係阿姨，咁亦都係即係有。點啊？即係有意地要將佢變得更加年輕。咁而石神裏面做石神嗰個咧就柳成範，咁咧就絕對唔係一個俊男嚟嘅。而且都比較一個中年大叔啊，即係好明顯係中年大叔。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呢兩個個主角咧，就感覺更加嗰個年齡更加差距更加大。咁而柳成範喺裏面做呢個石神嘅角色咧，你見到佢都係咪更壓抑啊、更敏感咧？我就覺得同日本版咧都類似嚇。不過但係日本版嗰個俾我睇起上嚟就更加沉實，而柳成範做咧就係更加即係窩羅，即係唔知點咁，同埋亦都睇得出佢係好想要愛情啦，好中意呢個女仔啦，因為個女仔好靚啦，係嘛？咁嗰個改動就係佢將裏面一個好重要角色嘅湯川咧，即係個科學家咧，直情剪咗之後咧就變咗原本個古仔咧係三角關，即係3條線嘅，就係講朋友。即係就係湯川 vs 石神啦，呢個朋友啦，另一個就推理啦，就係阿湯川同埋即係去揾出個真相，跟住阿石神就掩蓋嘅真相啦，跟住愛情就係石神同個女主角之間，原本係3條線之間咧係比較平均咁樣分配咁，但係咧韓國版因為佢取消咗湯川嚇，冇咗湯川之後就更加直接咧，就只係講係即係冇咗原本小説嗰個架構啦，就變咗更加即係放喺愛情上面咯。咁市場嘅反應咧，其實就韓國版嗰個市場咧就麻麻地嘅。不過咧就趙振雄就我一直都冇講過嗰個角色，其實就係個刑警啊，竟然咧其實就憑住呢個片裏面咧就攞咗最佳男配角。咁可想而知咧，即係話佢個改動咧，將原本石神嗰個其實就改得唔係咁成功啦，反而個刑警咧，因為佢突然之間嗰個工作量大咗嚇，集中咗喺佢身上，就變咗佢就憑住呢個男配角個角色咧，就攞咗一個喺韓國嚟講都算係一個幾大嘅佢哋嘅電影獎項最佳男配角。咁反而成個韓國電影咧就唔係咁推理層面嘅電影反而我覺得係似一部愛情電影嚇。咁大家如果中意睇愛情版嘅，咁咧就可以去睇個韓國版啦。好啦，咁第3個版咧就喺2017年咧就出嚟啦嚇。呢個版本咧就都幾國際化嘅。第一，佢係一個中國版嚟嘅即係中國大陸版嚇。咁佢嗰個戲名咧就同本原著小説個名咧係一模一樣嚇，都係叫嫌疑人 X 嘅現身。咁導演咧係蘇有朋嚇，蘇有朋咧就係台灣人啦，台灣嘅就係憑
住《還珠格格》裏面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咁啊裏面成個結構咧基本上就係同日本版一樣嘅，不過但係佢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第一佢一定係要將成個電影搬去中國發生啊嘛，咁啊變咗有少少環境嘅本土化啦，即係變咗去中國啦。咁即係而且咧，裏面作為嗰個即係媽媽同個女去殺住，咁媽媽個女殺咗嗰個爸，即係好暴力嘅爸爸噶嘛，即係個故仔一開始就講。咁而裏面做媽媽嗰個角色就林心如，亦都係另一個台灣演員嚟嘅。咁但係林心如喺呢一套戲裏面咧，佢就唔係女主角嚟嘅，佢純粹即係一個友情客串。咁你睇到呢個咁嘅改造咧，就可以睇到中國版嘅核心咧，就已經同啱啱韓國版啱啱相反，完全唔係集中喺個愛情上面，係集中喺兩個男主角，而嗰兩個男主角咧就係日本原著裏面嗰個好主要嗰條線，就係湯川同埋石神。咁佢喺中國版裏面咧就將個名改咗咧，唐川同埋石宏嘅。咁睇中國版咧好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想補充翻究竟湯川同石神之間佢哋以前細個後生嘅時候有啲咩發生咧，中國版咧嗰度就補咗好多，日本版因為都係冇乜講嘅。咁所以中國版裏面咧就加咗好多佢哋以前少年啊同埋同學時代嘅一啲回憶。咁講到佢哋兩個咧一早已經識啦，一早已經大家係朋友啦、知己啦，亦都係同時間亦都係競爭者啦，因為兩個都係天才人物嚟噶嘛。咁所以由細到大咧都鬥到大嘅咧，但係鬥得嚟之間咧又會好即係好朋友。咁所以呢一個架構咧就已經係，如果大家睇慣香港嗰啲電影，尤其係好似譬如吳宇森嘅電影熟悉咧就知道啦嚇，依個咧就好明顯係一個叫雙雄架構嘅電影。雙雄即係即係兩個雄就係英雄，兩個英雄人物嘅電影。咁先講第一個喺呢套戲裏面個名改咗叫石宏啊，即係其實就係我哋日本原著小說裏面嘅石神啦。咁就由張魯一去演嘅。咁同日本版嗰個石神嗰個角色咧就有差別嘅。依個版本中國版咧就明顯地瘦啦，好內斂啦，直情有啲神經質啦，其實做到，同埋好明顯佢好寂寞啦，同埋因為佢戴咗眼鏡啦，就顯得佢好有知識分子嘅嗰種脆弱嘅感覺咯。咁而唐川咧就係由黃海去做嘅嚇，咁靚仔標準版嘅靚仔 model 身材啊，咁所以嗰個形象咧係分別好大嘅。黃海做嘅唐川，咁所以中國版咧即係當佢有依個靚仔啦嚇，黃海其實做呢個石神嗰張魯一咧，其實都唔醜嘅嚇，所以兩個明顯嗰個外貌咧都係點講，即係靚過韓國版啦嚇。咁當然日本版就未必啦嚇。咁所以尤其黃海喺裏面咧就更加增加佢嗰種嘅英雄氣質啦嚇。咁所以套戲咧就有啲咩效果咧？如果係咁樣，咁變咗咪好明顯、好清晰地俾我哋睇到個主線就絕對係呢個雙雄對決啦。咁所以呢種雙雄對決咧，我覺得對於華語系嘅觀眾咧係非常之熟悉嚇，咁所以變咗佢係一個非常之商業化嘅電影，而且即係你將佢變成一個雙雄對決咧係比較容易啲咁樣去行嘅。咁所以日本版嗰個咧，我話佢好忠於原著咧，就係第一就係因為日本版本身佢已經有一定嘅歷史背景嘅，即係佢先係拍咗2季嘅電視劇，跟住再拍呢個第3呢個電影，跟住之後再去拍電視劇，跟住又出電影。咁所以咧睇開呢一個系列嘅人咧，佢哋對成個電影裏面嗰啲人物啊、線路啊，全部都好熟悉，所以佢哋完全係 follow 到，佢唔需要嘥好多時間去喺即係呢啲人物背景上面去做。咁而中國版咧就係一個完全乾淨嘅版本，就係話你連小說未睇過，日本版未睇過，完全冇問題，你就睇呢個中國版咧，你都可以入到去。佢而且佢因為將成個好複雜嘅關係，原本3條線嘅關係咧，佢好簡單變成2條線，咁變咗你觀眾入去睇咪好容易即係揾到個感覺咯，揾到個節奏咯，而且揾到個吸引點咯。咁反而係啦，咁所以呢個優點咧，就所以令到佢嘅票房咧，其實喺咁多部嚟講咧，呢個最成功嘅，亦都係最商業化嘅一個電影嚟嘅。咁而缺點咧，就我覺得就即係冇乜新意，因為大家我哋諗下靚仔
神探，咁嗰個就係黃海，即係唐川個角色啦。咁跟住罪犯嗰個就陰陰沉沉嘅，成日都着黑衫嘅，即係咁啊，即係總之你見到唐川即係阿黃海嗰個角色就係英雄瀟灑咁樣，但係咧就少咗啲本身日本版或者原著小説裡面之間原本呢個角色同石神之間嘅一啲比較複雜嘅痛苦咯，反而就好簡單好乾淨。咁另外一個咧就中國版咧嗰個林心如咧，因為佢只係一個友情客串咯，所以就嗱，絕對唔係話佢個戲份唔重嚇。如果以一個友情客串嚟講咧，其實我覺得蘇有朋咧都好偏心，因為蘇有朋同林心如咧就好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好明顯咧就對佢都好關照佢嚇。不過咧就對於成個陳靜，即係嗱喺林心如喺呢套戲裏面個名改咗陳靜啦，即係靜子咧，就唔係咁多講佢平時生活啦，即係佢係咪喺便當店裏面做嘢，好似就完全冇咗呢啲咁嘅嘢，咁所以純粹只係講佢喺屋企點樣照顧個女，跟住點樣同呢個石神，唔係話石神啦，喺套戲裏面嘅石雲啦，裏面嘅一啲交往嚇，點樣掩蓋呢個事實咯。咁所以同原本嘅原版裏面靜子啦，我哋知道佢喺一個便當店裏面做嘢啦，佢住嘅地方啦，佢返工嘅地方啦，咁同埋感覺到你知道靜子係有承受一個經濟壓力嘅，同埋你知道佢係個單親媽媽，所以佢成個背景好強嘅。但係中國版咧，雖然佢係仍然有呢個小食店嘅背景啦，但係就你睇唔到究竟呢個陳靜即係深少少嘅嘢，亦都睇唔到佢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個經濟壓力啦。單親媽媽喺大陸，即係喺嗰個環境有冇被歧視，即係冇呢啲咁嘅感覺。咁亦都應該即係我覺得佢點解睇唔到呢個，其實都係原因就係因為佢成套戲個主角呢係雙雄對決啊嘛，反而係愛情線點樣去塑造呢兩個愛情嘅角色呢就少咗。咁但係如果你係想睇多啲愛情嘅，韓國版嗰個就會豐富好多，你會好明顯係多咗好多篇幅喺嗰個女主角身上嘅。咁所以就中國化，我正話即係中國版有啲咩優點，有啲咩嘅講咗啦嚇，即係大製作啦，佢兩個男演員、女演員其實都係有一定嘅知名度咯，所以絕對係一個比較重頭嘅大製作。咁而作為石神嗰個扮演者呢，亦都唔少人係話佢扮得好好嘅嚇，應該好過做湯川嗰個。即係雖然我覺得佢好靚仔嗰個黃海啦嚇，咁因為佢比較簡單啊，但係張老一係做得好好嘅。咁成個攝影啊、配樂啊、美術啊，全部都做得好精緻啦。應該咁多版本裡面呢，抌本最重㗎啦嚇。咁不過咧就個問題亦都唔少嚇，問題就係即係你會覺得好空嘅睇中國版，因為佢成個城市你睇唔到佢究竟裡面有啲咩內涵啦，即係個城市好似好科幻啦。係咯，咁同埋啲對白寫啲台詞，我覺得都係好唔生活化，即係當林心如去同張老一嗰啲對話咧，你好明顯覺得佢係太過多即係文學感啊，總之唔寫實㗎啦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嗰個創新度咧唔係好大啦，即係除咗佢唯一一個最大嘅改動變成一個雙雄嘅結構之外咧，其實其他我覺得佢都係同日本版咧係差唔多一模一樣，連拍法咧，連嗰個每個鏡頭框咧，一個框到一個框都基本上咧係我覺得係即係好似仿拍到，即係所以呢個基本上唔係一個翻拍嚟，我覺得係似一個重拍，甚至乎係只不過就係將個背景由日本搬咗去中國，跟住然之後再拍多次咯，所以係一模一樣。即係你見到佢譬如講石宏啦，即係點樣去揾露宿者啊，咁嗰啲鏡頭全部都一樣，所以冇乜創作嘅新意。唔似得即係韓國版，起碼雖然我唔係好喜歡韓國版，變成一個愛情，即係少於推理，但係你見到佢裡面係有自己導演嘅嘢喺裡面咯。咁但係反而中國版我覺得就真係冇乜啦。總之都係基本上係同日本版係
基本上嚇連拍攝手法都係一模一樣。好啦，咁啊，但係票房就最勁嘅係因為始終佢市場大啊嘛嚇，佢成個票房咧係最成功噶啦喺呢部片裡面。咁係咯，咁如果大家中意睇翻我哋中文即係講國語嘅，咁當然睇中文版啦嚇。好啦，咁啊另一個最後一個版本我要講咧就係最新嘅啦，3年前嘅啫，2023年喺9月21號咧係 Netflix 上線嘅。咁呢個版咧叫 Jane Jane 啦，咁 JAANE 一個字。JAANE， 跟住另一個就 JAAN。咁如果你唔記得咧，你就咁喺 Netflix 嗰度就咁打 Suspect X 咧，你都會揾到呢個印度版噶啦。記住佢係2023年嘅電影嚇，印度電影嚟嘅。咁而裏面咧，阿 K 咧曾經喺10幾年前嘅時候咧係好中意睇印度電影嘅，咁所以對印度電影有啲咁多嘅認識咧，就係我知道裏面嗰個女主角咧叫 Kareena Kapoor Khan 咧係頂級大明星嚟嘅嚇，咁當你有呢個 Kareena 喺裏面咧，明顯地一定會知道咧，佢絕對係套戲嘅重心嚟㗎啦，即係就唔會好似中國版嗰個林心如咁，佢只係純粹客串。咁喺印度版咧，因為有呢個 Kareena Kapoor Khan 咧，你就會知道成套戲咧一定係會放喺佢嘅身上。咁Netflix 咧好似其實係即係。當佢哋做呢個國際版嘅時候咧，其實係將個名改咗 Suspect X 嘅，所以你應該 Netflix 嘅時候咧，就咁打 Suspect X 咧，一定係會改到佢嘅。係啦，咁嗱，反而咧嚇咁多個版本啦嚇，雖然即係印度版就可能相對好多聽眾可能都唔係好熟悉嚇，但係咧，我覺得印度版咧其實個改編咧係真係一啲都唔差嘅。其實我會覺得佢比中國版同埋韓國版都好嚇，咁至於係咪會好過日本版嗱？我自己最中意嘅版本都係日本版，點解呢？因為我自己已經睇到小説，咁通常呢，我覺得觀眾咧睇完小説之後，你想再去睇個改編版，你都好想改編嗰個咧比較原著於，即係比較忠於呢個小説嘅，即係通常都係會咁，你比較偏好係咁，因為你中意本小説啊嘛，咁你都想個改編版本咧係同我睇小説嗰個類似啦，咁所以日本版係最忠於小説，咁所以我只可以講我情感上我中意日本版嘅原因係因為佢最忠於即係最 loyal to 呢個小説，但係咧印度版咧。我就覺得佢係最有創意嘅一部，甚至乎咧，如果你冇睇過本小説咧，你咁就單獨地咁去睇呢個印度版咧，你係完全唔會有違和感，亦都即係你因為你少咗呢個咁嘅情感嘅關聯之後咧，其實你會覺得呢部電影係好睇嘅，因為同埋阿 K 好有趣嘅，我睇呢部印度版嘅時候咧，其實我印度版我已經幾年前已經睇過啦，咁但係因為東野圭吾嘅逝世咧，我就再翻睇翻呢4部啦，咁啊，所以去到睇到日本版睇到印度版嘅時候咧，我係同一個朋友一齊睇嘅，咁佢係完全未睇過小説，亦都唔識得呢啲嘢，咁佢係乜都唔知嘅，咁我話我想睇呢部電影，咪於是就一齊睇，竟然睇咗之後佢竟然係中意，因為其實佢好少睇亞洲電影嘅，佢亦都對電影冇乜興趣，但係佢話OK 你睇，咁佢就是但咁樣一齊咁樣喺度即係試下咁睇下佢自己都入咗去，即係如果我諗住佢睇一陣佢就會走嗰啲啦，點不知佢話佢想繼續留喺度睇埋佢，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就係話呢個印度版你係完全冇任何背景，你都可以去睇，而且係吸引嘅。咁但係咧，唯一一個我覺得可能對我哋啲聽眾嚟講可能比較難啲嘅就係呢個印度版係最長嘅版本啦，佢139分鐘，即係2個幾鐘頭咁。所以咧就長啦嚇，你有咁嘅時間，有咁嘅耐性啦，同埋真係要睇字幕，同埋咧就你可以睇英文嘅配音版嘅，應該 Netflix 上面有英文嘅配音版，但係就有中文字幕啦，有英文字幕啦嚇，咁你都中意咁所以我係極度推介呢個印度版嘅。其實前面嗰3個版咧都，如果你唔係咁做開嗰啲喺網上睇電影啊，周圍揾方法點樣睇電影嘅咧，就未必咁容易俾你揾到嚟睇嘅。日本版咧尤其係日本版啦，非常之難揾。跟住韓國版同埋中國版咧都有嘅。咁但係既然印度版已經喺 Netflix，我就覺得你哋不如既係
紀念我哋呢個非常之一個偉大嘅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啦，去睇下呢個印度嘅最新改編版嚇。我始終好記得我自己老師一句説話，即係你要紀念一個作家咧，最好嘅方法咧，就唔係話就咁喺自己 social media 寫一個永遠懷念，永遠懷念。其實咧就係去睇佢哋嘅作品咯。咁所以我喺呢度咧，亦都做 podcast 喺度即係叫宣傳一下，希望大家聽眾可以去睇一下東野圭吾嘅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小説嘅改編版，而亦都喺我哋 Netflix， 既然喺 Netflix 可以睇到咁容易嘅話，就更加啦。所以 Netflix 嘅版本咧係最長但係改編係最有新意，而且咧亦都係同小説嘅關係咧。可以完全係獨立去睇，但係你會知道，即係你睇個小説嘅話，你咪知道其實佢都係根據呢本小説去改啦。但係佢真係好多改動，同中國版好唔同。中國版咧基本上係復刻呢個日本版嘅電影嚇，咁韓國版就直情將佢變咗個愛情故事。咁而印度版咧，嗱一個最大嘅改動咧就係我就已經講咗啦，因為佢有 Kareena Kapoor Khan 喺裏面咧，佢變成咗4個版本裏面最主體性、最有主體性，亦都同埋係最多戲份嘅一個女主角。咁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講呢個印度版。同你一齊品味時事，陶醉於奇幻嘅影畫世界。K 記冰室，貫通東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主持人阿 K。好，嚟到第二節嘅 K 記冰室，咁上一節咧就講到個印度版咧，就係我覺得係4個版本裏面咧最有創意嘅一個版本嚟嘅，亦都係會真係推介俾大家聽眾去睇，尤其咧係比較容易揾到嚇，因為係 Netflix 就會有啦。咁點解我話佢最有創意嘅版本咧？嗱，除咗佢因為裡面有呢個大明星嚇 Kareena Kapoor Khan 啦。佢本身自己家族個 last name 係 Kapoor， 跟住佢結咗婚之後就變咗 Khan 啦。咁所以你有時可能就咁打 Kareena Kapoor 咧，就應該會揾到佢。咁總之佢應該係印度裏面即係女一嚟㗎啦，嗰啲最即係片酬最高啊，或者係票房紀錄最大。因為講起啦，呢部電影因為有佢喺 Netflix 嘅咩咧，其實都有影響嘅。佢呢部片係2023年推出嚟啦，咁佢係成為2023年下半年度咧最多人睇嘅印度電影嚟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呢個明星好勁啦嚇嗱。咁佢因為有一個大明星喺裏面咧，佢成個佢裏面做嗰個角色個名叫 Maya 啦，咁佢係好清晰佢個背景嘅，佢自己經營一間餐廳咧，佢老闆娘嚟㗎啦，咁有員工啦，咁啲員工都好留意佢啦，咁佢又自己。佢已經離咗婚10幾年啦嚇，即係好明顯嘅。跟住佢自己又已經養住個女啦，咁佢一直都好獨立女性嘅視點出現啦。咁佢有一班好好嘅員工照顧佢，睇住佢咁樣啦。咁但係佢自己都係一個非常之精明能幹嘅人嚟嘅。咁因為睇得出佢係一個老闆娘啊，同之前嗰3部嘅嗰個女主角個角色都好唔同嘅，就係佢係。個主體性好明顯，所以同點解之前嗰3部好唔同呢？就係話即使有個男人係甘願為你奉獻俾你，或者係好中意你，佢其實係冇諗過，喂，唔代表我真係一定中意你喎，我繼續可以去 date，我可以繼續同第二個男仔去中意第二個嘅喎，而且佢係好明顯係同之前嗰3部都唔同嘅。之前嗰3部呢，即係好似中國版林心如嗰個角色，好明顯就係其實佢從來冇諗過係咪真係要同阿石雲一齊。但係因為石雲咁幫佢咧，令到佢自己覺得我要回報翻佢喎。咁韓國版都係咁樣，韓國版係直情係由頭到尾都冇諗過中意佢嘅，但係去到最後即係知道佢咁樣甘願為自己奉獻自己咧，佢係非常之傷心啦，非常之即係喊得好緊要，好凄厲咧，直情去到最後講句話，喂，你入去坐之後我點啊咁，即係佢覺得直情已經依賴咗呢個男人啦。咁日本版亦都係啦，日本版個靜子雖然佢唔係話佢一定要同佢一齊啦。
但係正子去到最後都係因為實在太過感激佢，太過感動佢嗰種奉獻啦，其實都係即係覺得自己良心過意唔去咁。但係印度版咧係佢冇呢個包袱嘅，而且佢係非常之清晰，同埋佢係由始至終佢都知道呢個暗戀者即係呢個石神嘅化身啦，喺套戲裏面個名叫 Naren 啦，係一直中意佢嘅，但係佢從來冇諗過一定要接受佢嘅愛咯。所以就你會睇上嚟即係嗰種。你話佢現代性又好啦，因為始終2023年啦，真係唔老土啦嚇。你睇上去合理啊嚇，我有冇叫你幫我做嘅係咪？而且裏面佢直情係有對白係講到話，喂，成單嘢我冇叫過你嚟幫我掩飾喎，其實我係諗住自己自首，我自己可以處理，唔需要你喎咁，所以好明顯佢都係所以呢一個咁嘅角色好明顯係一個最大嘅，即係好大嘅變化，而且我覺得亦都改得咧，可能我自己係女性觀眾啦嚇，即係睇上嚟我覺得更加合理咯嚇，因為其實好明顯大家睇到幾部電影裏面嘅石神咧係一啲都唔吸引嘅，即係從外表上面係一啲都唔吸引嚇。咁另外啦，呢套戲裏面嗰個石神啊嚇，咁 Naren 啦喺印度版裏面，第一就揾咗個非常之一啲都唔靚嘅男主角去做啦嚇，咁但係咧佢裏面亦都有啲新意喎嚇，同其他嘅版本或者同原著好唔同嘅，就係佢裏面加咗咧，佢係一個玩柔道，即係嗰啲功夫嘅嚟嘅。佢係除咗數學之外咧，佢喺身體上面咧非常之注重自己身體健康，而且佢係即係一個非常之柔道非常之勁嘅。咁而且咧佢嘅柔道咧，即係由細到大咧，佢同呢個另外嗰個湯神啊，即係福山雅治做嗰個角色嗰個科學家咧唔同嘅。喺呢套戲裏面叫 Karen 咧，除咗係佢哋智力上面，即係佢一個數學一個係物理學之外咧，佢哋身體上面咧都係比賽嘅，因為兩個都係去玩柔道，兩個咧都互相由細到大咧都係日打睇邊個贏邊個贏。咁所以呢個又加咗一啲嘢喺裏面，加咗啲咩就係唔係淨係書本上即係佢哋讀書嘅時候嘅競爭，而且仲要係男人一個好原始上面嘅就係個身體力度嗰種競爭性喺裏面。咁咧，我覺得更加咧係豐富咗嗰個愛情上面嘅厚度啊。咁同埋因為呢套戲咧，另一個改動咧，亦都係將嗰個即係福山雅治嗰個科學家咧，喺日本版咧，你見到福山雅治咧係基本上同個女主角靜子係冇乜接觸嘅，但係喺呢套戲咧，呢一個嘅科學家咧，湯神呢個角色咧，即係佢叫 Karen 咧，係同個女主角係非常之親密，係好多接觸，而且甚至乎佢哋係有 flirt 即係有出嚟拍拖啊，有大家互相好似大家對大家有意咁樣。同埋另一個咧就係呢一套戲用咗嗰個名咧，叫做Jan 啦嚇，咁其實係以前一套舊片嘅好出名嘅，如果係印度人應該一定識呢套舊片嘅裏面一首主題曲嚟嘅。咁而Kareena Kapoor 咧喺呢套戲裏面咧，佢亦都唱嗰首歌。咁好明顯嗰首歌咧就係講愛情故仔嘅。咁所以咧都明顯知道咧，其實呢個女主角咧竟然係同呢個刑警啊嚇，即係最大嘅對頭咧，原來都有一手，咁變咗成套戲咧改編就變成一個三角關係啦，即係話石神嗰個角色咧 Naren 咧就暗地裏一直想保護呢個女主角，咁佢亦都好中意個女主角，而女主角亦都知道嘅，咁但係佢就仲係喺度考慮緊我係咪要同呢一個人，因為佢外表一啲都唔吸引啊嘛。咁而另一個外表好吸引嘅就係嗰個刑警咧，就係 Karen 喺套戲裏面。咁呢個 Karen 咧，佢喺套戲同入韓國版都一樣，佢直情亦都係將呢個科學家咧係冇咗，佢就同韓國版一樣，個科學家同個刑警係 combine 咗成為一個角色嚇。咁但係呢一個 Karen 咧，佢有福山雅治嘅嗰種幽默啦，有佢嗰種自信啦，同埋有佢嗰個俊俏嘅外形啦。咁所以女主角咧係其實喺呢兩個男主角裏面揀啊，咁變成一個三角關係。咁而呢個 Karen 亦都對呢個女主角係產生咗興趣。咁所以咧。咁樣變咗咧，成個競爭咧就唔係話淨係即係嗰個頭腦數學同 versus 科學家嘅競爭，即係以前佢哋學術上面嘅競爭。而家咧就仲有，因為佢哋兩個都打柔道啦，咁喺身體上面亦都有競爭啦，力度。跟住另外仲有情感上面亦都喺度爭緊一個女仔啦，因為佢同時間都係中意 Kareena，即係個女主角啊嘛。
咁所以變咗係3層之間嘅競爭。咁呢個改動咧，亦都係只係喺印度版，我覺得係比較一個創新，同埋佢真係有自己嘅推進，有自己嘅角度，去令到點樣喺電影上面去呈現同一樣嘅故仔咯。咁另一個啦就係印度版咧，佢係將成個故仔咧嗱，之前嗰3個版本咧，全部都係發生喺城市嘅。咁韓國好明顯，你知道佢本身佢有自己韓國嘅城市嘅背景啦。咁而中國版呢，就完全係模仿日本版啦，完全唔知道佢係講緊中國邊一個城市咧，亦都唔知佢咩階層。總之你會覺得佢同日本嗰個階層係一模一樣啦。咁但係印度咧將佢改咗去個山區，咁呢就變咗成個氣氛好唔同。同埋山區呢，佢係一個好凍，好似好凍啦，好多霧嘅環境。咁而且呢個山區咧係一個小鎮嚟嘅，啲大家都識嘅，啲居民大家互相識，而且啲居民咧互相睇住你啊！佢哋個個知道呢個石神咧就係中意呢個女主角嘅，即係所以佢哋私底下咧就即係會講八卦嘢，就講佢哋兩個佢又嚟啦，咁樣笑佢咁。但係咧互相大家識，大家互相都知道佢咁，但係唔代表咧就大家真係有深入地去了解，因為都係僅限於就係呢啲咁嘅喺街度見早晨老師咁樣見咯。咁因為呢個山係成個山區好多山路好多霧咧，製造咗我覺得係一個好懸疑嘅感覺啦，好驚嘅感覺啦，同埋亦都好 close 好閂埋一齊嘅感覺，更加令到每個角色咧其實好似都係一個好封閉嘅。咁當然嗰個刑警即係原本刑警個 Kareem 咧出現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好靚仔啦呢個刑警加呢個福山雅治嗰個科學家兩個 combine 咗之後咧，咁佢每次出現咧都令到個氣氛又會開朗啲，同埋佢亦都講到佢係一個外來人嚟嘅，佢唔係當地嘅居民嚟嘅，咁所以佢係即係好特別唔同咯。但係住喺個山區裏面嗰啲人咧，就個個都死氣沉沉咁樣，即係好神秘嘅感覺，唔好話死氣沉沉，好神秘嘅。就唯一就係呢個刑警就係一個好開朗嘅角色，咁佢就好似點綴咗成套戲咯。咁所以呢一個嘅空間改編咧，我覺得亦都係改得非常之好嘅，因為好適合呢個氣氛，令到成套戲咧係好有呢個懸疑嘅氣氛。咁所以可以講咧，印度版咧基本上係保留咗成個核心嘅軌跡，個軌跡就係即係成個核心就係個架構，就係一開始已經知道邊個殺人，跟住慢慢就知道有個男主角咧就去掩蓋呢個事實，跟住另外個男主角就去揾出個真相。即係呢一個嘅安排係喺度嘅，但係所有嘅嘢咧，佢都有啲唔同咗。即係你會見到係可以當一部新嘅去睇咯。咁再加上就係佢對於人物嘅改動，同埋加咗裏面一啲功夫啊，加咗啲柔道啊，同埋將角色裏面之間變成兩個男主角都中意個女主角咧，其實好似我哋英雄本色咁樣裏面或者係 Killer 即係吳宇森嗰啲套戲，就兩個男主角都同時中意一個女主角，之間又有一個競爭，大家妒忌喺度咯。咁所以我覺得好好睇，係印度版真係好好睇，就係值得大家去睇嘅。咁如果你未聽過東野圭吾，亦都冇睇過小說啦，咁都借呢個機會可以去認識一下。你英文版其實就咁打 Suspect X 咧，應該肯定揾到呢部戲嘅，即係印度版嘅戲啦。咁所以極度推介大家。咁我正話已經講咗咧，其實呢部印度版咧喺2023年咧係創咗一個紀錄嘅，就係因為佢係最多人去睇嘅電影，差唔多累計咗有2000萬嘅觀眾，即係淨係2023年嘅下半年。咁佢亦都裏面攞咗好多獎啦，跟住亦都有好多評論家話係最佳嘅網絡電影啦，同埋演員嘅獎項。咁其中一啲比較負面呢個評論呢，只不過就係話佢好長啦。嗱，好長呢樣嘢就不嬲印度電影都係長噶啦，不嬲印度電影冇2個鐘都唔係印度電影嚟嘅，甚至乎應該去到3個鐘。但係呢部戲呢，都叫做好克制噶啦，只係多咗2個鐘頭多少少。咁亦都當然中段亦都一定係加咗個歌舞啦，我就話唱嗰首歌啦。咁所以點解印度版呢嗰個戲名呢，其實係一首歌名嚟嘅。咁係好多印度人咧都應該識嘅歌名嚟嘅。咁同埋就因為2023年咧，距離呢本小說出嚟咧已經太耐啦，20年啦差唔多。咁所以大部分人咧都知道個故仔，好多人都知道，同埋已經有咁多個版本喺度咧，其實就驚嚇到咧就冇乜嘅。不過但係都唔緊要，我覺得如果你完全冇睇過部小說嘅話，其實都係好有驚喜到嘅。咁同埋一個咧就
反而咧即係嗱呢個本身個架構係總之係兩個男主角之間嘅競爭啊嘛，但係而家依套戲咧，即係反而我覺得係比較 melodrama 一啲咧，就變咗好似係兩個男主角去爭一條女嘅故仔。即係依個係佢變咗係個重心，但係唔係㗎。其實佢另外嗰兩條線咧都係表現得好嘅，但係只不過有少少會偏頗咯嚇。咁所以我覺得我係中意呢個印度版嘅，亦都推介大家去睇印度版。唔係話佢你容易去睇啊，而係真係值得去睇下嘅。咁亦都如果你唔識得東野圭吾嘅話，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從呢部電影去了解下東野圭吾嘅吸引力咯嚇。咁所以如果4個版本咧，我覺得最完整或者最忠於原著，我講咗好多次咧，一定係日本版嚇。佢係亦都係最 balance 嘅一個版本啦，因為佢裡面有推理啦，有友情、愛情、倫理啦，同埋成個詭計啦，同埋去到最後嗰幕係最精彩嘅，就係阿石神呢個演員咧，佢嗰個崩潰啊！因為佢成部電影或者成本小説咧，佢花咗咁多精神心機去掩蓋個真相啦，其實亦都係完美嘅，達到係一個完美嘅罪行。但係去到最後竟然咧，佢冇計算好嘅就係人心，就係靜止佢自己個良心嚇。咁韓國版咧就係最 emotional 嘅、最感性嘅，佢拍成去到後來啦，日本版咧令到你喊或者感動位咧係石神，但係韓國版咧係去到最後咧係個女主角不斷地呼叫咁樣話：喂，你入咗去我點算啊？我點算？嗰個催淚咯，即係變成一個好愛情劇啦。咁中國版咧就點講啊？如果我哋睇慣呢啲雙雄鬥決嘅電影咧，就好清晰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創新度最差嘅一部片嚟嘅，係基本上係複製日本版嘅電影。咁而最有創新性、最有呢個本地性亦都代表到佢哋本地嘅版本嘅咧，就我覺得係印度嚇。咁印度版咧係非常之好，同埋佢裡面個女仔個角色咧係即係變咗一個最主題啊！其他嗰啲電影咧都係以男角為主嘅，但係呢部電影係女主角為主咯。咁所以如果最中意原著嘅日本版，第二家中國版咧，因為中國版基本上係複製日本版嘅啫嘛。咁我話印度版都比起韓國版比較中意原著嘅，因為印度版裡面都仲係有嗰種智力嘅對決啦。韓國版基本上變成一個愛情故仔，而改編最有新意嘅一定係印度版噶啦唔使講。咁整體最忠於嘅就係印度版啦。我意思係呢個日本版啦。係咁咧就所以咧我今日就喺連續2集裏面咧已經講咗4國版本嘅改編。咁唔知道大家聽眾聽完之後咧，就有冇覺得好吸引啦嚇？覺得點解一部小説可以咁多呢個電影版本啊？其實真係㗎，即係唔係話咁多小説咧係有咁嘅，通常都係可能只係得2個版啦，可能有英文版啊，或者自己本身本地版啦。而可以睇到咁樣有4國嘅版本咧，我覺得都好唔容易。咁所以由此可以相信知道咧，其實東野圭吾咧係個影響力咧係真係好大。同埋佢亦都真係我哋亞洲可能係一個即係除咗亞洲當然有好多出名嘅作家啦，但係佢絕對係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作家嚟嘅。咁亦都唔可以忽視啦。咁我覺得佢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咁我記得我第一節裏面咧，可能都有講過佢其他嘅一啲作品嘅，譬如《白夜行》啦。嗱，佢攞獎嘅作品一開始係放學後嘅，都可以睇到買到嘅。咁K 之後咧，可能都會講下《白夜行》，因為《白夜行》咧其實都係有改編電影嘅。跟住另外《解憂雜貨店》咧，亦都係有好多版本嘅改編版本，應該有電視劇，亦都係有電影嘅。不過第日有時間啦嚇，秘密我都係好中意嘅。所以如果有時間可以再睇多幾部作品嘅，可以考慮下《白夜行》啦。《白夜行》好長啦，不過解憂雜貨店啦，同埋秘密咯嚇，我覺得呢幾部咧都係好好嘅。咁你話呢個嫌疑犯 X 咁究竟點解會真係一直都咁多人去睇，咁多人去討論，同埋點解可以吸引到4個國家都去改編呢？我覺得有幾個即係東野圭吾咧，佢唔係純粹真係淨係講一個推理小説，而係佢真係有好多
值得去探討嘅問題咧，就係當你睇完本小説或者睇完部電影之後咧，你可以去諗嘅，譬如石神日本版嗰度咧，係好明顯講到佢表面上或者係感覺佢係好無私咁樣去愛嗰個靜子咧，即係佢鄰居嚇，甘願犧牲自己。但係咧，佢裡面其實亦都有出現到，就係佢當知道靜子咧有去約會一個男人嘅時候咧，佢係有精神崩潰，佢開始寫一啲紙條啦，去恐嚇呢個靜子，就係話你唔可以咁樣背叛我，你一定要忠於我嚇。所以即係其實但係佢哋完全係冇發生任何事，咁樣其實反而令到靜子係非常之驚啦，即係覺得點解有人恐嚇佢，同埋佢亦都去跟蹤呢個靜子啦，影相啦，咁好似直情寄咗啲相去俾靜子啦，話俾佢聽，我知道你同邊個男人一齊啊，你好似即係背叛我，咁所以有少少諗到就係石神嗰種無私嘅愛呢，其實佢係真係愛啊，定係其實佢想控制靜子呢？因為其實我哋睇唔到佢真係愛，因為佢哋兩個基本上冇任何接觸嘅，佢哋基本上接觸都係喺電話裏面。但係問題係好恐怖，當佢見到呢個靜子去同另一個男仔出街嘅時候，佢就即刻嗰種妒忌心啊，嗰種嫉妒心咧即刻出現啦，橫空出現咁樣啦，跟住即刻就去恐嚇佢，叫佢唔可以再咁樣即係背叛我啊咁呢個咧都令到我覺得其實喂，石神係真係愛啊，定係其實佢只係一個控制狂呢？咁啊，去到靜子去到最後呢，佢即係其實拒絕咗石神對佢個奉獻咧，因為佢最後都係過唔到自己良心個關啦。其實就其實係咪就好似印度版裏面，其實反而靜子咧喺日本版裏面去到最後咧，其實佢都攞咗佢個主體性喺度咯。因為成套戲咧一直睇到靜子咧，其實都係好聽石神講，佢係好跟住石神去嘅。但係即係點不知咧，去到最後結局咧，佢竟然係唔理石神，亦都唔理石神成個安排，佢竟然自己係去自首。咁呢個咧，佢好似係攞翻啲真正女性嗰個主體性喺度。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結尾咧，東野圭吾咧都係令到我哋咧就唔係即係長期有啲概念咧，就覺得即係日本嗰個男女重男輕女嗰個觀念好強噶嘛，係嘛？即係所以永遠啲角色啊都係重心喺男性啦，咁但係去到靜子去到最後嗰下咧，其實都唔係嘅，都係女權啊、女性嘅自主咧都係出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睇到，其實日本嘅女性咧都係好勁嘅嚇，即係都係可以拒絕你呢啲男性嘅所謂你嘅奉獻啊，我就要接受嘅，你咩？反而韓國版嗰個咧就真係繼續咁樣。即係嗰種重男輕女，女人一直都係依附男人咧，繼續係貫徹始終啦。因為去到最後嗰個女嘅基本上完全接受咗男主角嘅愛啦，直情係甚至乎係好彷徨啊，覺得佢入去坐監嘅時候佢點咧咁。咁另一個咧就係韓國版同埋呢個印度版咧，都係將呢個湯川嘅角色咧係將佢刪咗嘅。咁令到我就覺得，咦？如果係佢都刪咗嘅話，咁究竟仲係咪嫌疑人 X 嘅獻身？即係呢本小説，因為嫌疑人 X 嘅獻身或者呢個成個伽利略系列咧，其實呢個湯神啊、湯川啊係好重要嘅人物嚟嘅。但係當你冇咗佢嘅時候，我哋仲係咪屬於呢個系列咧？咁好咁啊！呢三個問題算係我最後再總結同大家傾好啦。咁我覺得今個禮拜我講到好長啦，咁下個禮拜先再傾過。我哋講另一啲新嘅題目噶啦，下個禮拜好多謝晒，拜拜。